今天现场怎么这么的热闹啊？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美女贵宾啊，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跟全球的观众朋友 say hello 吧。所以待会你会陆陆续续听到我们非常热情的声音啊。是。好，那今天呢，知颖要带来一个呢是鸡肉的料理啊。知颖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鸡肉的料理呢，一定会颠覆你的味蕾。是没错。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。它第一是烹调的很简单，是。第二是我们还是会把用一些果醋把它带进来。那第三呢，是我们不再额外用油脂去做烹调。OK。对，因为鸡肉本身它也有一些油脂，那我们边做这道料理，我们就边聊。好，因为他讲到这个醋嘛，哈，对，尤其在煮这个鸡汤，我们放醋它的时机点，对，要放在说，一起下去煮，还是说起锅的时候下去？还是说我要吃的时候才有没有？我们很多，比如说我们在吃什么傻瓜面，不是那些醋都是我自己要吃的时候再加吗？到底在什么时间点下你会觉得最适合、最好吃？其实果醋是这样子，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分2次下，一次是往前面放，然后让它跟食材煮在一起。第2次的呢，就是起锅香。我们所谓的起锅香，就是你关火之后再加一点点，让那个醋的味道是新鲜的。哦，对，这就是有一点点的分别，不一样的分别。那鸡肉的料理呢，大部分我们在料理鸡肉，通常都是蒜头、洋葱先丢下去爆香。对呀。那一次加的油，通常都不是你要吃的油。那这样你就会多吃了一汤匙的油。没错。那你每天多做几次料理，譬如说你一天做2道料理，你1周就做了14道，你1年就做了300-400道、500-600道。没错，那个就是我的写照。那个油脂就已经摄取过量，而且那一匙的油脂通常都不是你要的。那鸡肉呢，皮上面就会有油脂，所以我们利用它的油脂来做烹调。鸡肉呢，皮的面先朝下，我们先把那个油脂把它煎出来，然后香气也会跟着出来。对，香气也出来。那油脂出来呢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爆香，但是我们就是利用鸡肉的油脂，然后再来爆洋葱跟蒜头。对，这是稍微有一点点颠覆传统的一个做菜方式，只是先后顺序改变一下，那油脂的摄取量就会降低。对，好，你看知颖呢，他在讲述说，怎么样料理啦，然后时间点要怎么放，食材的顺序是怎么样的时候，听他讲成这样，但是这个厨娘的眼睛非常的水亮啊！我刚刚问了他一句话，我说：“知颖，你是这个餐饮科毕业的学生吗？”他马上说。不是，超厉害的，真的超厉害的。一般大部分都会觉得我是餐饮系毕业的。知颖说他念电子。对，没错。你看那个鸡肉的油脂已经出来了，这时候我们就把蒜头把它加进来。对，整颗的蒜头把它加进来，让它去裹到那个油，有没有？蒜头已经裹上油脂了，然后呢就会有那个香气。对，洋葱这个时候也把它加进来。对，利用它的油脂去爆香。那我们这边会准备一个就是一般。你在家里都可以种的一个香料，我很建议你在家里可以在阳台稍微种一点点香料，做料理的时候可以加。像这个是迷迭香，然后百里香。那百里香很适合做一些海鲜的料理，那迷迭香比较适合肉类。当然没有一定说绝对，你喜欢都可以。这时候这个也把它加进来，你就会闻到那个很香的一个香气。对，那我们用小火慢慢煎，把那个鸡肉的油脂呢把它煸出来，然后把蒜头、把洋葱稍微把它爆炒一下，那个香气已经出来了。对。然后像那个红萝卜，它也是需要有热、有油脂，它的那个胡萝卜素才会出来。对，这个时候容易被人体吸收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然后像那个白萝卜，然后黄节瓜、绿节瓜，这个都可以同时让它下锅。料理其实就是像这样一层一层一直堆叠上去的。对 ，OK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第1次的醋就可以下去了，稍微呛一下，让它有一点点的醋的那个香气，然后把那个酸味把它呛掉。其实我感觉这个汤好像已经很好喝了。很好喝，很好喝，因为它其实我最喜欢做这样一锅料理。我所谓的一锅料理就是所有全食物，就是所有的食材有一点点的肉，那我肉的那个跟那个蔬菜的比例，我最喜欢抓大概是5:1，就是肉比较少一点点，然后蔬菜多一点点。那再来就是要全食物，就是各种蔬菜都要有。对，看身材就知道。其实我也吃这样啊，但是怎么
长得这么的对比嘞？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让醋稍微煮一下，跟所有食材味道融合之后，我们就加一点高汤。那这个高汤呢，你可以加鸡高汤，那甚至于你没有鸡高汤都没有关系，你用清水都可以，因为其实我们食材已经够多了，你就不需要太重的一个高汤味都没关系。那如果手边刚好有高汤，其实蛮建议可以加一点点高汤下来。好，这个呢加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让它焖煮。那我今天用的这个叫做防土鸡，我们台语讲的烘阿鸡。烘阿鸡。对，烘阿鸡，我们拿的是腿的部位，那有把骨头去掉了。这个呢，我给你一个非常准的一个时间，就是25分钟，你就把它焖煮25分钟。火嘞，大火小火？中小火。中小火。只要能够滚的中小火都可以，25分钟就可以了。那个肉质会最刚好吃，因为炖东西不是我们要把它炖到非常的烂，因为你炖到非常的烂，第一，它里面的胶质会流到汤去，那肉会变得很柴，不好吃。对。那我们要抓也是要抓那种刚刚好食物熟的那个点，所以大概25分钟。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那种肉鸡的腿的话，12分钟就可以了。哇，减半哦。对，减半。那如果你是用譬如说放山的土鸡，那你就要自己去测试一下，说我到哪一个时间点是最有胶质，然后又咬得烂又好吃的。其实那个你稍微试一下，你就可以试出那个时间。那你看哦，现在已经滚了之后，我们就把火关到最小，让它有一个小冒泡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对，那就让它这样焖煮25分钟就可以了。看它那个汤就不会是非常的浊的，这又不能外带，待会我一定要留下来把它吃掉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鸡肉哈，那个鸡肉呢，你看它的那个胶质都还在，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它的那个 Q 弹的那个都还有，所以这个呢鸡肉煮过头了，它那个 Q 弹的就会不见，胶质不见，只剩下瘦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它像那个很柴的肉就不好吃。对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譬如说我们一个人是2片肉，一个人2片肉，然后呢一些这个蔬菜，对，蔬菜很重要，对，蔬菜，然后香料，香料不要吃进去哈，观众朋友。香料呢，其实是它搭配着，对，好看的。然后呢，其实等一下厨娘可以试试看，我觉得最好吃的不是肉，反而是蔬菜。因为蔬菜已经把那个肉的甜味全部都吸在那个它蔬菜里面了。它的1人份真的是有够的典雅，非常的 elegant。最后我们再给它一点点的再来给它一点醋，对，起锅香，就是我们最后讲的那种起锅香，就是要给它一点新鲜的一个醋味，再把它淋上去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如果今天呢，你看了我们的节目，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醋啊，用这个很原味的东西呀，不瘦都难。你不要说厨娘，我看你的节目之后过瘦来找我千万不要。你来找我的时候，请你带一只中卷。OK， 那是我最爱的。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知颖哦。待会儿他录完影又马上进厨房了，因为今天一定也是高朋满座，对不对？是。对。所以说，大家如果有来台湾的话呢，可以呢来尝尝我们所谓温泉酒店的这些好料理哦。洗温泉会瘦，但是好料理啊，吃了也会很健康又很瘦的话呢，那当然就要来找我们的知颖喽。我们非常感谢全球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爱，希望呢我们每一次都可以给观众朋友带来非常精彩的料理，也谢谢大家的鼓励跟支持。我们谢谢知颖，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现场所有的来宾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。